引述 CTV 報道，今次呢場喺2026年2月14日多倫多 North York 爆發嘅35萬人超級大示威，主角的確係支持伊朗起義嘅鄉里同埋撐民主嘅支持者。呢場全球行動日 Global Day of Action for Iran 規模大到連多倫多警察都話係史上罕見。如果你琴日喺 North York， 一定會被嗰陣勢嚇親。多倫多 Yonge Street 變成咗一片旗海。原本警方估計有20萬人，點知最後竟然有成35萬人湧出街頭，由 Steeles 一直塞到去 North York Boulevard。呢場係為咗呼應伊朗國內嘅革命，全世界同步發聲嘅全球行動日。今次真係伊朗社區嘅大件事，因為伊朗國內而家正經歷緊好激烈嘅起義，但當局採取咗斷網同武力鎮壓。多倫多作為伊朗海外最大嘅聚居地之一，好多鄉里都好心痛，覺得喺呢個關鍵時刻，如果喺外面嘅人都唔出聲，入面嘅同胞就會被無聲消滅。現場嘅口號好響，旗幟上面主要係呢幾個主題：政權更迭 （regime change）， 佢哋要求終結現有嘅極端宗教統治，追求一個入世同民主嘅伊朗。現場見到好多舊時嘅獅子與太陽國旗，象徵對自由伊朗嘅向往。佢哋要求加拿大政府唔好只係出口術，要對伊朗當局採取更強硬嘅經濟同外交壓力。多倫多，特別係 North York， 一直被笑稱為 Toronto， 今次35萬人上街，證明咗伊朗社區喺加拿大嘅凝聚力同政治動員能力已經達到一個頂峰。因為伊朗國內斷晒網，消息好難傳出嚟，透過喺多倫多最繁忙嘅街道和平遊行，逼令國際媒體同聯邦政府不得不正視呢件事。咁多人出嚟，對於總理 Mark Carney 同各個政黨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提醒。伊朗問題已經唔再係單純嘅外交新聞，而係影響緊數十萬加拿大選民嘅心頭肉。一句話總結，呢場唔係普通嘅示威，係一場跨越國界、規模空前嘅聲援革命馬拉松。多倫多伊朗人用腳話俾世界聽，喺伊朗裏面嘅人唔係孤軍作戰。你琴日又喺唔喺現場？留言分享你見到最感動嘅一幕。多謝收睇，請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哋係非常一般707，下次見。